大家好，呢度係紐約曼哈頓Manhattan 啊！哇，呢度係咪個新娘啊？好似喺度影婚紗相。呢度係我好中意去嘅一個公園啦。呢度叫 Bryant Park， 布萊恩公園。呢個公園好悠閒，有好大嘅綠草地喺嗰度。咁我呢，就每個星期要喺呢度經過，所以都會喺度停留下。呢度呢係個洗手間，喺度排隊，每日都排㗎，因為呢度係一個景點。前面呢就係五大道啦。哇！你睇summertime 咧，大家都着到好清涼啦。哇！呢度呢個顏色好靚。Purple。嗱，呢度美國啲女仔着衫其實咧就係好健康咧，你睇短褲、短袖，基本上都係呢個打扮啊，短褲。我如果再瘦10磅就準備着短褲㗎啦，明年啦，今年就唔得。因為我琴日睇翻我以前啲 video 咧，我最肥嗰陣時係170幾磅，依家145磅到啦，就從最高峰嘅時候已經減咗30磅。都唔係特登減嘅，身體唔係咁好，有三高啦。咁醫生又警告你唔可以再肥啦。咁咪自己控制啊。咁依家有晨運，每朝早都晨運，但係都飲食就冇控制飲食，但係你會覺得知道自己身體唔係咁好，三高，咁啊自己食少啲咯。即係好自然咁食少都其實都冇乜點控制嗱。我今日都着咗裙，因為如果喺法拉盛我淨係做直播，我咧就係即係着運動衫就得啦。但係出嚟 Manhattan 我就有時着翻好少少啦，因為今晚都會有約咗幾個朋友一齊去 party。因為畢竟嚟咗曼哈頓咧，就着下裙打扮下啦。畢竟呢度大家都知整啲啊嘛。呢度就五大道啦。依家4點鐘，所以我依家去辦啲事，去 GIA 啊。見下客咁辦啲事，然後咧就可能去毛馬坐下。其實就想去佳士得坐下，去毛馬坐下，坐到咁上下嚟，然後7點鐘我哋就有個 party 咗去。因為呢度咧就係、你睇到啦，呢度係全世界嘅中心啦。Manhattan 就係世界嘅首都嚟㗎，世界中心，所以呢度嘅天空都特別高啲。好似全世界最貴嘅鋪租就係呢個五大道啦，係前面嗰一橛，應該係47街之後嗰一橛。呢橛咧就係42街。你睇全部，即係你呢度嘅街。呢條街同法拉盛肯定係唔一樣㗎啦，係咪？呢度全世界啲遊客都嚟呢度，行路都會快節奏啲。各種年齡嘅人都有，當然最多都係同埋呢度咧，你睇。呢度有賣 A 貨嘅包包啊，咁因為
哦，依度依家有間鋪。以前咧曾經好短一段時間，依度係一個加密貨幣嘅藝術中心，好快好短時間就冇啦。所以呢啲即係 easy come easy go 係一個數字貨幣、數字密碼。哇！呢啲又好標準嘅曼哈頓嘅風格嘅咧，短褲、短衫，當然係要身材靚啲先得啦。嗱，呢條街就乜嘢族裔都有啦。今日我就着裙喺度，着住裙，雖然都係好肥嘅，不過已經從高峰嘅時候瘦咗好多啦。所以我依家又唔想話特別瘦，因為你需要一段時間去form翻啲嘢啊，係咪？因為唔係依家又做一個耳仔操啊，即係等個耳仔提升翻。哇！你睇呢啲依個鐘啦，我都喺呢度拍過照，都幾好。呢個好有哇！即係見到人着短褲係幾開心嘅一件事，因為我呢世人都冇乜點着過短褲，因為條腿唔靚咯。如果嗱真係我明年希望我可以着短褲啦就係好簡單一件事我都做唔到㗎啦，即係所以人係好有局限嘅。你睇，粵語頻道。其實行下呢條街已經係全世界嘅精英喺呢度㗎啦。OK， 你包括係旅遊可以嚟到呢度都係精英啦，係嘛？所以大家嘅打扮都係唔一樣㗎。依家嚟到45街，我個目的地咧係47街，因為47街咧就係、嗱，你睇到大家身材咁靚，其實大部分人都係有去做健身啊，去做 gym 啊，生活自律先有咁嘅身材。我咧就一直放縱食得太多啦，所以就肥啦，肥咪有三高啦，就係依家先慢慢控制下。以前就叫做肥婆，依家叫做微胖 ，OK， 依家只能講微胖啦，唔會太過肥。以前真係好肥，因為你肥其實好多嘢，好多惡性循環，你就變咗唔想着咩靚衫啦，但係依家瘦翻少少啦，咪又想着翻靚啲。Very sexy，very sexy， 但 sexy 嘅條件係要瘦，總之就係要瘦啦。你就睇翻係自己啦，我依家就都微胖，唔算好肥。好啦，咁咧就依家46街，哇！今日好似好忙曼哈頓非常之忙。
今日唔通 weekend？總之呢度就係一個好有活力嘅地方啦，時尚活力，大家都基本上着波鞋咯，舒服啊嘛。你呢度成日出街啦，呢棟 building 就 knock down 咗，就準備聽講起嗰個酒店。明年啦，明年我開始着短褲，短褲就係青春活力嘅象徵。哇！你睇，真係個個都着短褲㗎。唉，呢世人都未着過短褲。好啦，呢度就係 New York 嘅鑽石街啦，你睇有2粒鑽石喺度。鑽石街 New York 鑽石街啦，好，咁就我哋喺下一次再見啦。鑽石街我開始做嘢啦，咁就唔拍啦，好。咁請大家訂閱我嘅頻道，然後繼續關注下，多謝大家，拜拜。